啲出嚟做嘢個腦梗要轉得快啦。我意思係，我張黑膠碟想轉快啲啊！維基45轉，進入我哋維基45轉啊！今晚咧手上面嘅呢一張細碟咧，屬於張國榮嘅一張細碟啊！呢一張嘅細碟咧，佢本身咧就係一張大碟嚟嘅。大碟咧就係1996年時候推出嘅紅啦。咁啊，去到咧2015年嘅時候咧，亦都有咧就係重新咧推出呢個黑膠 size 嘅唱片夾。咁我相信咧有好多朋友都擁有，我見到面書有啲朋友已經登咗出嚟添。咁至於今晚華明45轉啦，咁去到2017年嘅時候咧，就推出咗呢一張咧全球限量1000張有 number 嘅紅7寸嘅45轉碟啊，而裏邊咧收錄咗4隻歌曲，包括大碟點題作品《紅》，張國榮。的結局，像唇上地缺般怨毒，在灰暗裏漆黑中那個美夢，從鏡裏看不到的一份陣痛，你像紅塵掠過一樣沉重。正面嘴，猛火淚水，若染上了未嘗便醉，那份熱度從來未退，你是最絕色的傷口，或許像年華盛放的氣焰，紅像斜陽漸遠的紀念，是你與我紛飛的那副笑臉，如你與我掌心的生命伏線，也像紅塵泛過一樣明豔。正面嘴，猛火淚水，若染上了未嘗便醉，那份熱度從來未退，你是最絕色的傷口，或許成的結局，紅像唇上地缺般怨毒，在灰暗裏漆黑中那個美夢，從鏡裏看不到的一份陣痛，你像紅塵掠過一樣沉重。
除咗有呢一隻熊之外咧，喺呢一張嘅細碟裏邊咧，收錄咗熊嘅呢一個嘅音樂版啦，有心人啦，意猶未盡啦，同埋偷情嘅。咁啊，當然喺張偉基嘅手上邊嘅呢幾隻歌曲嘅話咧，我咧會揀偷情啊。有啲朋友咧就話，我手上面都有呢隻細碟噃，唔知你嘅編號係乜嘢咧？聞說咧，有一啲嘅唱片公司咧，當推出哥哥啲大碟或者細碟嘅時候，如果有編號咧0912嘅話咧，一定係留翻俾某一個人啊。比亮火更吸引，摩擦一剎火花比星光迷人，被得到了的都着緊，比暗戀黑暗，比關心睡不安枕，但上癮，等不可預計的餘音。如果可以磊落，誰情願閃躲？如果可以快樂，誰情願忘掉什麼？或者偷歡算不上偷情，亦比寂寞人值得高興。難共處仍有權去憧憬，信不過感情，從未謀面才像愛情。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，為了擔一個愉快罪名，能瀏覽遍好風景，才去認命，才不再需要得不是情。比引火更吸引，摩擦一剎火花比星光迷人，比得到了的更激震，比暗戀更黑暗，比掛心睡不安枕，但上癮，等不可預計的餘音。如果可以磊落，誰情願閃躲？如果可以快樂，誰情願忘掉什麼？或者偷歡算不上偷情，亦比寂寞人值得高興。難共處仍有權去憧憬，信不過感情，從未謀面才像愛情。或者偷心要先去偷情，為了擔一個愉快罪名，能瀏覽遍好風景，才去認命，才不再需要得不是情。需要得不是情，或者偷歡算不上偷情，亦比寂寞人值得高興。或者偷歡算不上偷情。酷熱天氣警告依然生效，出邊氣溫29度。
呢個週末依然持續日間酷熱，而聽日咧最高氣溫去到34度，新界地方咧會高多2-3度嘅吹微風啊！好啦，咁啊今晚咧聽好多屬於 Leslie 張國榮嘅一啲嘅作品，希望你都喜歡啦。節目完結之前呢，亦都要祝一位呢今日咧認識嘅朋友。